而另外講到香港失去亞洲金融地位，拱手讓俾遠喺南邊嘅新加坡，而家香港先話急住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計劃，但係咁樣仲有用咩？香港嘅政治環境只會越嚟越差，房價、地價嗰啲全部高居不下，貧富差距都越嚟越大。近年移民潮啊，仲要從來都冇停過。根據統計，國安法同埋疫情嘅政策影響之下，2020年到而家，香港人口減少咗成23萬人，亦都代表住香港人才嚴重流失啊！前新加坡外長楊榮文就話，長期而言，香港仲有中共為後盾，但係香港唔再係過去嗰個國際城市啦，佢只會係中共嘅國際城市。換言之，黨叫你可以點就可以點。如果冇咗黨中央嘅授權，香港政府啊都冇辦法推行到招才計劃啦，係咪啊？咁嘅香港真係招到人才咩？換轉係你會唔會想去啊？